他们脱贫攻坚，他们振兴乡村，他们守护青山绿水，他们守望相助，跟时间赛跑，他们共学共事共乐，他们交往交流交融。石榴花开时，他们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，为美好生活奋斗。它是乳腺癌嘛，当时你这些地方你晓得山区我们也不懂，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是老晚期了。有时候搞忘了3女子就给我们贴一个在这高头。由于他慢性病，类风湿，走不动。那没法了，对吧？这种理发。基本上呢，我们就不得啥子好大的自由活动，这边就接娃娃。一盏灯，多年持续发光发热后的某一天，它会被替换掉。这一天，当人生也走入黄昏，退休驾驶员武如川主动请缨，要做一盏灯，试着去点亮一群人的晚年生活。哎，大家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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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早。我给大家宣布一个事情。3天以后呢，我们学校准备在庆文化广场搞一个教学汇报演出。疫情呢这么久了，大家呢这几天要加紧的练习。现在呢，大家就在教务处跟着办公室报道哈。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，茂县老年大学的学员盼了3个月，终于等来了开学的日子。哎呦，你们这让我拿上，拿出去后头就对了。在这缠着，少在这儿，快点拍嘛。继续在这里哈。3天后，茂县老年大学将进行2019年度的教学成果汇演。由于太久没有排练，许多学员把去年学会的东西又几乎还给了老师。你让我们进来，是不是再进来点儿？你再飘出去点儿，你们两个人，你们飘出来，你飘出来，对，你进，我站起，你不要站，你就站这儿，来，你就站这儿啊，你进啊，知道就这样子哦，来啊。茂县老年大学现有藏、羌、
回汉学员433人，开设有声乐、舞蹈、器乐、电脑、太极拳等6门课程。一门课程1学期只收报名费30元，不少学员就一下报了2、3门课程。校长武如川记得，2014年创办老年大学时，可不是这番景象。主要是老年人对这个老年大学不了解，而且学习意识不强。开始呢还要请老年人学习，而且呢还要排任务，每个村来排任务，到老年人。所以说我们开始招生的时候就要在电视台去打个广告，而且要喊大家都晓得。一批是往上评级的，下一批。办学之初，武如川得知成都市的老年大学常常是一座难求，他就立即去取经。带回办学经验后，武如川喊出了“夕阳朝阳，同敬其美”，老壮少壮各显其能的广告语，赢得了很多人的共鸣。酷我音乐，你看我把酷我音乐打开了。东方之珠，你的风采是否浪漫啊？好，现在我们就不听了，就不听了，暂停。那么我们觉得这首《东方之珠》相当好听，也比较优美。那么我们要把这首音乐呢，我们要把它下载下来。这个一个箭头底下一横，往下的箭头一横，这个就叫做下载。我们就点一下下载歌曲。不是的，该年轻人就是独享的，就说的我们老年人一样的。你说年轻人能够做啥子，我们也要做啥子。我们就有一个不成文的硬性规定：你到老年大学来了噻，就必须要用智能手机。你那些是棒棒手机啊那些就要淘汰了。开始不接受嘛，就说的是我是文盲，我不得写。我说的文盲嘛，这个微信上你可以吼噻，就是语音交流噻，这个也得行。有的人就说的，这个我不得钱哦，我说我没得钱，我借给你，我给你买，对不对啊？实际上呢，它是一个借口，不是说他没得钱。当学员忙着准备3天后的汇演时，武如川也赶紧修理一下办公用具。这些年，为了节省经费，武如川去县里各单位要来了不少旧东西。当校长6年，他求过许多人。我是为广大的老年人在求你，我是为老年大学在求你。我求了你，我不感到尴尬。如果我自己有啥子事情求了人家了，这种感觉肯定是比较强烈，而且那我就会感到尴尬。我讲，早晨好。我跟你商量这事情。我那个这学期呢，6月份交完呢，就不交了，下学期交不成了。儿媳妇怀娃娃了，加上她身体又不好，只有我照顾噻，所以这个就请这个假。这个呢，你无论这个实际困难，我们学校呢要这个体谅。11、2号呢，我请假，你只有找一个老师来代替。一个很负责的老师，我一时间还有点找不到。但是你带了几个班的话，对你就相当适应了，而且你又带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大家对你也有感情。我们来一起给学校去说话，好嘛，对嘛？对呀，对，我们去给说个好。大家注意了，我宣布一个事情：刘老师有可能在1个月，或者是10几、20天以后呢，就不能够再给你们上课了，因为他家里有特殊的困难。对这个4班确实是尽心尽力在这个教学方面，所以说我们呢，大家对刘老师表示感谢。这个班上至70几岁的，是嘛？下至50多岁的，平均年龄你们都有60多岁，所以说我们这个班是最不好带的。因为这个班呢，说是老实话，跟6班呢差不多，岁数都有点大，但你们特别认真，我特别喜欢你们。距离刘素菊老师离开还有一段时间，武如川得设法请位老师来接替教学工作。目前，茂县老年大学的老师上一次课补助50元，用这样的报酬聘请老师，
伍如川的成功率很低。作为我们老年大学，待遇也不是很高，并且呢，这个人家家里头呢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，还有我们也要体谅人家。所以说，恐惧呢说不上，但是这种危机感呢，我随时都存在。茂县老年大学有老师24名，每次请老师来任教，伍如川都少不了一番软磨硬泡，快则几天，慢则几个月。其中最年长的老师是87岁的任其文。曾有人提醒伍如川，请如此高龄的老师来任教，会冒风险。曾经是我们已经离开我们的一个中层干部就跟我说，任其文老师这个事情你要注意哦，这个东西你吃不了兜着走这个东西哦，或者是咋样。但我从另一个想法来说话，我说点老实话，支撑他的是老年大学。我还自己觉得我还有用。我说我有用，就是我在英文上，我自己喜爱它，我就喜爱它呢，我就要去转它，我转它我就有用，是这样的道理。那个3辈子必须共培啊！我还有用。87岁的任其文反复强调这一点。受伍如川的邀请，在这里执教3年，任其文的工作热情堪比退休前在中学执教时的劲头。这个才叫炫舞嘛！要把重备唱出来，情感唱出来。哎，大家都是谈过恋爱的人，这个东西一定要表现出来。东阳花如果没得这个老年大学，这些老年人一天就不会去打麻将，或者就是走上街、走下街、走上街，或者就是我们这个老二副那个有个工作要的。好任老师，我在没在这儿的呢，5天就坐到屋头，水火不，就是那个生活不丰富，他们就觉得不丰富。而我们在这儿来了后，和这么多人在一起，我们真正学到了。任老师真的要感谢你哦，我说我们共同努力，就是这样。拿起来，重新录一遍啊！刚才那个要不得，刚才很明显听出那个旋律根本就不够。3辈子我懂，讲句西人话来流水了。我这一遍争取一下把它录好，这个就把它拿到明天去了，没得时间了，一会儿我也搞不赢。学员的年龄在60岁左右，他们的记忆力和理解力都过了最佳状态。对老师来说，这是一个挑战。今天，任其文老师得控制好自己的急脾气，报以足够的耐心和尊重，一遍遍讲解示范，因为他们要为3天后的汇演录制伴奏带。一个伴奏，他曾经给我接近录了100次，把我都就说晚上的有时候都来录，曾经是接近100次。我给任其文老师说，我说你这个接近100次哦，不得行哦，这个要录。但是我对他很尊重。你起慢了点，又没有起到100次上，刚才没有体现了。重来。也就是我们老年大学给他的工作是他一个支柱，你把他支柱给他扯脱了噻，这个就是说的是对他的还是一种伤害。任老师，辛苦了，来，喝点水。哎呀，喝点水。哎，刚刚完。哎呀，有点累。哎呀，喝点水啊，喝点水。谢谢。哎呀，这个天气这么大。年度汇演近在眼前，任其文老师在反复排练中，嗓子的老毛病加重了。他再次向伍如川提出，只担任器乐班的指挥，没办法兼任声乐班的老师了。
回去以你这个精神，你再把这学期带过去，得不行。2学不能带下去，你看我是嗓子，真的给吼不出来了，咋3烟。哎呦，任老师，我这个校长最恼火就是这种生源哦，跳舞柳书记，你晓不晓得柳书记都又不来了，对吧？你都晓得那个还算是我们的这个舞蹈老师头的骨干，他这个有这个事情他不来，我一天都抠脑壳，也全靠你老人家给我撑到哦。从老年大学出来，伍如川走进了县教育局的大门。为老年大学的事，他没少来过这里。这一次，他希望能满足任其文老师的诉求，请到一位声乐老师。我们的要求是啥呢？就是说，能够弹电子琴，就是懂得到简单的这个识谱，就是简单的乐理知识，这个我们就可以了。但是有一条呢，可能你找的时候呢，要给老师说话说清楚，就说的是，经济社会我倒不是说每个人也是都是在追求，但是呢，必须可能要有一点奉献精神啊，要牺牲自己一些休息时间啊，这些可能才得行。开展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，这个确实也有利于我们现在提倡全面教育、终身教育。对。老年大学毕竟挂了个大学的名字。哎呀，这个大学呢，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培训机构啊。从县教育局出来，伍如川立即联系上了马红梅老师。在他心中，马红梅是接替刘素菊担任舞蹈老师的最佳人选。一番诚恳的言辞之后，伍如川得到的回复和教育局传来的消息差不多。教育局正在寻找合适的声乐老师，马红梅也需要和爱人商量一下。因为这么几年时间呢，求人求多了，就说的先就要把计划弄好，副稿弄好，不要2句话就把我打这起走了。就是不管我在教育局好，在哪里好，你就是这个事情办不成，你也不可能2、3句话就把我打这起走。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声，来来去，哎，五哥，快来，快过来。我没事在这唱歌玩儿。这个串词，也就是明天串词。给老年大学聘请老师的事一时难有进展，可为年度教学成果汇演找主持人的事，伍如川已经有了着落。2016年，伍如川去县电视台登招生广告时，结识了主持人傅宇轩。后来，傅宇轩把妈妈送到了老年大学。因为我一天工作也比较忙，就没有时间更多的时间来陪他。因为语言也不是特别通，在本地也没有亲朋好友嘛，他就日子过得很无聊。我说你是哪里人？他说山东的。他照顾不到他妈妈，他觉得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困难，而我们老年大学呢，就给他解决了这个困难。阿琛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比我忙多了。我中午间问他吃没吃饭，还要找他约，他跟同学又约好了，有一阵儿约好了，而且他们还买了很多表演的演出服，1个学期之后就看到成果了，经常就这儿去演出了，那儿去演出了，那些比我们年轻人都要积极的多。他那一个节目，你想他就那么2个班，一台节目他有10几20个节目，换衣服都换不赢，那也不行，背着大兜子几套衣服也要去，反正就是感觉特别开心，然后脸上的笑容也多了，我感觉他开心我就开心。而且我们所做这个工作的话，也算一种民族团结的一种范畴之内。黄昏时，伴随太阳下沉的还有伍如川的心。他刚刚接到消息，舞蹈老师刘素菊从明天开始停止授课。
这个刘老师给我发了个信息，看嘛，他们上课了。和这点儿事情抵拢了噻，很1、2点钟就母亲咋个又失眠了呢？事情一下堆起了，进在脑壳里头，还叫安孩子嘛。我们这儿有个修车行的，要请他去，要给4000块钱1个月，喊他骗。我的钱不去挣钱，个人去搞良心无为实在的搞控制。个人的快乐不一样，我就觉得，他就给我几千块钱，我不一定就那么快乐噻，我就快乐，我就做就是了。武如川曾向老伴承诺，退休后陪他去看看世界。后来，武如川成了武校长，他们2人的旅游计划变成了武如川率一个老年团出游。旅途中，老伴刘炳凤常常感到被忽略。谁说我不埋怨他？我这么几十年就习惯了。老年大学整这些呢，还是有一句说句，屋头如果是真正不支持，也坚持不到今天。我说老实话，嘎。他也受委屈。没，没受委屈。我才委屈大哦。在武如川的软磨硬泡下，老伴答应必要时去代课。那他也来参加了这个老年大学学习，他还是理解了嘛，老年人还是需要就说的学习知识，还是需要有这么一个平台，让他们快乐，让他们跟上这个社会的时代。是不是都说我搞控事啊这些呢？但是嘴上说一下，在实际行动上，应该说不但不阻拦了，还给了一定的支持。我说这下2个月还没到，你咋又来了呢？这个白头发？不晓得现在的头发白得快得很嘞，这个也不晓得是咋个的。不想在学员面前来白发苍苍啊。就是。反正呢，这个只要是老年大学这个事情不整了，不当这个校长了，我这个头发呢，我也不想染了。染多了对人体也没得啥子好处。经过多次协调，武如川终于请到了马红梅老师来上舞蹈课。2020年5月29日，茂县老年大学1年1度的教学成果汇演也如期开始了。自从老年大学来了以后呢，确实好，思想上压力没得了，就感觉过去比较快乐。只要他们开学，有同学们、伙伴们，我就来。一直要学，到跳不动了，我们就不跳了。一直要学，快乐是找来的嘛，自己找噻，是不是？娱乐身体好噻，寿命都长。老年大学在孟县呢，这些文化活动的开展起了一定的作用，不能否认，社会影响不能否认。时间是一条河流，生命的小舟越向前划，越是孤独。没有谁愿意孤独地面对衰老。武如川选择团结起各民族的兄弟姐妹，在夕阳下并疾而行。旅途中少不了风浪，他们就相互鼓励，相互帮助，相互学习，随潮流律动，尽情挥洒欢乐。这一刻，夕阳成了镁光灯，他们的影子在大地上跃动、舒展，分不出年龄，也分不清你我他。